海洋环境保护作者高家辉。咱的海洋是人类宝贵的资产，咱若是毋知珍惜，真正会后悔。最近即几冬，海洋破坏甲真严重，塑胶甲塑料互人类使用了，拢流入溪仔，落尾流入海洋。遮物件毋但对人类的身体无好，对规个大自然甲海洋的环境足害。海洋的动物拢会食着塑胶物，也是因为拖入去塑胶袋仔造成死亡。这拢是咱人类需要减少使用甲保护这个环境。其实，海洋目前的污染真严重，咱甲环保团体应该爱好好讨论要安怎做，对咱的海洋环境有帮助。人类应该爱减少使用塑胶物件，使用会当搁再利用的物件。电火若是无用，尽量爱会记咧关，尤其是咱对塑胶物件伤过重视。若是出外买饭、买饮料，会使使用环保杯仔甲袋仔、便当盒仔，连餐具用环保的搁较好。安尼就会减轻地球的负担，嘛会互有伫要绝种的动物甲食物有机会生存落去。所以，海洋环境保护议题，毋但是我家己爱做起，咱生活伫地球的人类拢爱尽一份心力。